TVB Plus 直播節目《奇情谷》由吳若希、火火同埋曾展望主持，每一集嘅主題都以獨特嘅視覺、刁鑽嘅問題嚟大尺度咁探討感情嘅疑難。昨日28號第一集嘅嘉賓就係邀請到最近嘅李允、Venus、火火，仲搞今次係李允復出嘅第一炮。難道淡出幕前多年嘅李允即將全面復出？李允即刻表示，當年出道嘅第一個訪問亦係 TVB， 同埋我喺度都拍過好多嘢，所以返嚟呢度都係有親切感。火火一開始已經毫不留情，表明要問佢一些好狠嘅問題。當年李允4歲已經出道，但係當時嘅濕身相引起咗不少嘅迴響。佢問李允當年點解要拍呢種嘅照片呢？李允回應指當年入行，因為年紀仲係細，當一個好普通嘅工作去做，應雜誌嘅要求去影相，但係咁細個小朋友嗰時就掀起咗好大嘅風波。AI、CI 全部都上晒，又牽涉到好多法律嘅嘢。其實當時咁多嘅言論壓力底下嚟講，好懵地，其實應該要好驚嘅，但係我又唔係好知驚。李允指當年身邊嘅人都好擔心佢，會擔心佢嘅情緒，但佢自己就覺得冇咩問題啊。點解身邊嘅人會咁緊張呢？但今時今日嘅佢再回頭咁睇，就覺得原來係咁大件事嘅。因為20年前嘅嗰個時候的確係比較保守，思想亦冇而家咁開放。而家嘅00係其實都好薄㗎，所以我覺得如果發生，隨後火火又問到佢圈內嘅兩個好朋友鄧紫棋同埋何超蓮。李允指當時自己係同呢個鄧紫棋相識嘅，原來當年佢拍咗一套電影《愛出貓》，就係跟呢個鄧紫棋認識咗。因為我哋同年紀啦，同星座啦，所以呢就好啱傾，日見夜見，好自然咁就做咗好朋友。更大鑊係鄧紫棋嘅相似。至於被吳若希問到當年是否同一個男士同時追求佢同埋鄧紫棋嘅時候，佢係咪直認唔爽呢？係有啲咁嘅事，而且因為當時兩個人因為呢個男士毫無興趣，所以朋友就更加情比金堅啦。之後就認識咗何超蓮，李允即場與何超蓮連線。火火指何超蓮認真夠老友，李允一復出就義不容辭咁話，一定會支持佢。何超蓮更在電話中大讚李允唱歌夠好聽啦，更指佢為咗小朋友可以犧牲一切，所以現在佢復出，自己絕對係支持嘅。由導演火火、吳若希、Jenny 同埋曾展望3位
谷主持 TVB Plus 82台全新直播1小時嘅節目《奇情谷》。昨晚28號，主題呢就係離婚後嘅2次人生，請來咗現年33歲嘅李允 Venus。2022年佢與金融才俊羅冠璋結束咗7年嘅婚姻，近日積極復出，即擔任奇情谷嘅嘉賓。火火表示感謝話：多謝你復出嘅時候，第一炮就上奇情谷，好溫柔提醒你呢個係直播嘅節目。